This is where the fun begins. コースと共にあらんこと。Totally amazing. I can't wait. 我諗2025年最大嘅星戰盛事咧，應該係 Star Wars Celebration 咧，再次喺日本舉行啦。作為全球星戰迷嘅 fans 咧，今年呢個聚會咧一定要參加啦。今年嘅慶典咧將會帶來無與倫比嘅星際冒險啊，讓每一位影迷沉醉於經典嘅宇宙魅力之中。來自世界各地嘅 cosplayer 啦、影迷啦、明星啦，都會聚首一堂嘅。咁咧到時咧都會發布咧唔同嘅電影資訊啦、遊戲發布啦，同埋獨家周邊商品啦。仲有精彩嘅光劍表演啊、cosplay 活動等等。如果你係星戰嘅 fans 咧，一定要嚟呢一個 Star Wars Celebration 日本啊！今年嘅 Star Wars Celebration 咧，將於2025年4月18日到20日喺日本千葉縣幕張展覽館舉行。而呢次慶典咧，亦都帶嚟好多唔同嘅明星嘉賓。咁最重要咧就係呢個 Hayden 啦。咁 Hayden 咧就係飾演 Anakin Skywalker 嘅，仲有呢個 Oscar Isaac 啦，就係 Poe Dameron 啦。咁另外仲有 Ahsoka Tano 嘅演員都會到嘅。咁仲有咧一大堆嘅演員啦，呢度咧我就唔詳細咁講出嚟啦，咁啊大家上網自己查下啦。Star Wars Celebration 咧仲有個電影資訊發布嘅，以往嘅 Star Wars Celebration 咧都有佢嘅電影嘅先行預告，希望今次咧都會有啦。咁另外仲有電視劇集嘅更新啊，好似 Ahsoka 啦同埋 The Mandalorian 咧嘅電影影集咧，希望都會有更新嘅。咁另外都有一些 Star Wars 嘅遊戲啦 ，PS5 嘅遊戲，咁啊到時可能都會公布嘅。咁講翻我哋啦，馬可多咧就會由台灣咧就同一班同好出發去東京參加呢個活動嘅。咁我哋香港咧都有同好都一齊出發嘅。咁我咧就會由英國啦翻咗香港，香港之後咧再去東京咧一齊參加呢一個年度嘅盛事啊！距離 Star Wars Celebration 2025咧，剩翻嚟嘅時間咧都唔夠一個月啦，準備迎接呢一場星際冒險盛會啦！無論你係資深影迷咧，定係啱啱加入星球大戰世界嘅朋友咧，都唔緊要，一齊去享受呢一個嘅時刻啦！